饿了吗？晚上想吃什么？要不要吃那个酸菜鱼？好像挺好吃的。怎么了，闷闷不乐的？上午我跟你说的事情，你考虑了没有？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但是以大龙目前的状况，剜肉补疮是没有用的。你知道一个公司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人心的稳定。你看，才过了几天，大龙就因为裁员的风波闹得人心惶惶的。裁员，百博只是提议激励政策，没有说要裁员啊。有些事儿，即使不是百博的意思，到头来也会算在百博头上的。你就是百博那个负责人。哦，你好。哎，你干嘛？我干嘛？我好不容易要转正，现在倒好，他一句话就让我失业。我问问你，凭什么你觉得我不行？我没有。别狡辩了，做都做了，就当我倒霉，遇见了你，还有你们这个倒霉公司。怎么会这样？你还不明白啊？有人不想自己的蛋糕被动，就故意散播谣言，再开除掉几个人坐实这个消息，想要给我施压。没错，那个人是哪个部门的？事业部。那就是王总，他之前想要拉拢我，被我给拒绝了。你现在明白了吧？大龙的事情没你想的简单，做人步子不能迈太大，不然秦董不可能到现在才敢动手。越是这样，我才越要推进。如果我现在放弃了，别人就会觉得我害怕了，以后的路只会更加难走。那下次碰到这样的情况，你怎么办呀？过2天就是秦董路演了，这是大龙迈出上市的第一步，他们不敢也不能对秦董怎么样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拿你开刀。那也许下次他们就会用更加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你。你放心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林婉，听我说。高山，你说过你会尊重我的。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你往火堆里跳呀。有啊。谢谢，我有分寸。我的衣服湿了，不能陪你去吃饭了，我先回去。哎，一起。不要。怎么回事？吵架了？正想问你结果呢，劝好了吗？每次都是这样，什么都不说，早晚憋死你。